我成日都講咧，一個女人咧，除咗塊面需要保養之外咧，我哋嘅手咧，亦都需要保養㗎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個手好粗糙，望落去咧，真係會好顯年紀。咁所以日常咧，我都建議敷下呢一種手膜嘅。我選擇嘅呢個手膜入邊咧，係添加咗珉琅角鯊烯精華同埋乳霜，佢哋係使用咗分倉鎖鮮嘅技術。使用嘅時候咧，可以完全釋放晒入邊嘅營養成分。你用佢嗰陣時咧，又唔會妨礙你日常，譬如做家務又好啦。又譬如話用電腦都好，都係好方便嘅，令到你嘅手咧用完之後咧白雪雪、滑捋捋。佢係4效合一嘅手部管家，72個鐘嘅長效保濕啦。咁其中嘅白松露提取物可以提亮翻我哋嘅膚色，多肽矩陣精準披露淡化細物，亮甲精華可以滋養翻我哋嘅甲床，可以幫我哋減少倒刺，令到我哋嘅甲床咧更加堅固。咁喺用料方面咧，佢用嘅係生物纖維嘅膜布啦，可以提升活性成分嘅吸收率。反正咧就係早買早享受。